酒駕衝果攤殺4人，副局長嬉皮笑臉。唔好再飲啦！酒後駕駛害己害人。江西南昌市呢個林業局副局長星期日飲完酒揸車，架車駛到去興灣公路嘅時候，失控衝埋路邊嘅一個提子攤檔，繼續衝前50米先至停低，期間撞冧一啲樹同埋另外一部車。攤檔老闆個仔鄧晨峰嚟到，見到細佬被捲入車底，媽媽同2個顧客當場死亡，爸爸就受咗傷，於是乎即刻報警。成身走氣嘅副局長仲走埋嚟問發生咩事，仲話：我咪司機咯。交警到場之後話部吹波波機冇電，於是乎拖咗2-3個鐘頭先至進行抽血檢查。酒精測試顯示，副局長血液嘅酒精含量達到70幾毫克，屬於酒後駕駛，但就並唔係醉駕。目前佢已經被刑事拘留，南昌市紀委都介入調查事件。